喂，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OK，OK，好。
好，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会前的祷告，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预备心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为我们今天早上的主日礼拜向你献上感恩。无论是在线上，在现场，我们都相信你的恩在我们的当中与我们同在。也祝福在线上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敬拜的弟兄姐妹，让他们也在主里面喜乐。我们在不同的空间，却在同一个时间，我们能够一起敬拜，向你献上感谢。祝福我们今天早上所有的崇拜一切进行顺利，成为馨香的祭献在主的面前。所有的器械也为主所使用，一切都能够顺利的来完成。感谢主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万民啊，你们都要拍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上帝呼喊，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我们一同来祷告。
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求你苏醒我们的心，也求你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祈求你的智慧进入我们的心，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无论是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或是耳朵所听到的，都有你的智慧去分辨，都能够去寻求你的心意。求你帮助我，引领我们，口里所说的是智慧的话语，心里所想的是诚实的意念，让我们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能够在这个纷扰动荡的疫情期间，成为身边人的祝福与帮助，成为国家社会安定的力量、稳定的力量。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一同用诗歌来敬拜神，我们一同来唱《你真伟大》。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下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荣耀颂。但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父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我穷尽。阿门，阿门。弟兄姐妹，请坐。起因文，今天的起因经文在诗篇77篇1到2节以及10到20节。由我来念 PPT 上面白色字体，请弟兄姐妹念回应念橘色的字体。诗篇77章1到2节，我要向上帝发声呼求，我向上帝发声，他必留心听我。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在夜间不住地举手祷告，我的心不肯受安慰。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我要深想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上帝啊，你的作为是洁净的。有何神大如上帝呢？你是行奇事的上帝。你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你曾用你的臂膀赎了你的民，就是雅各和约瑟的子孙。上帝啊，诸水见你一见就都惊惶，深渊也都颤抖。云中倒出水来，天空发出声响。你的箭也飞行四方。你的雷声在旋风中，电光照亮世界，大地颤抖震动。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脚踪无人知道。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接下来，我们一同为国家以及社会来祷告，为南美洲国家玻利维亚祷告，让基督信仰能进入生活文化当中，国家百姓能够更认识基督信仰。第二，我们为台湾卫理公会北荣牧师，我们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能够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祷告。第三，为台湾行政首长及各级官员，求上帝赐予智慧、聪明给执政掌权者，并且也赐福给台湾的人民。我们为台湾的儿童以及青少年能够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及美好的品格教育造就祷告。五，我们为台湾第一线防疫工作的医护人员、军警人员祷告，愿主赐福他们平安，工作顺利。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再来，我们一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也要免。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的经课的经文在《列王记下》第2章1到2节，及6到14节。第二处在《加拉太书》5章1节与
13到25节，由我来读。列王记下2章1到2节，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甲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两人下到伯特利。第6节，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两人一同前往。有先知门徒去了50人，远远地站在他们面前。两人在约旦河边站住。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两人走干地而过。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地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他们正走着说话，忽有火车火马将两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2片，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上帝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第2处经文在加拉太书5章第1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13到25。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2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若你们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统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而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读经，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9章57到62节。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又有一人说：“跟从我来。”
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上帝国的道。”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上帝的国。”接下来由本堂的蔡伟文牧师来证道。今天证道的题目是“与主大不易”。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可以一起在礼拜堂做礼拜，也有在线上做礼拜。那无论我们在线上做礼拜，或者是我们在礼拜堂做礼拜，愿上帝都祝福我们。也许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在同一个时间一起来敬拜上帝，这是好的无比的事情。愿上帝祝福我们。当然，我们没有办法说要求所有的人都能够同在一起，但是我们的心是连结在一起的。所以查理·卫斯理曾经在一次写给他的太太的信里面这样说：我们在这个同一个时间一起见面。其实那时候查理·卫斯理正在外面做布道的工作，但是他的太太在家里面。他们用什么样的时间见面？他们在家里面有一起祷告的时间，所以他们知道这个祷告的时间就是他们相见的时候。所以也许我们不一定会跟我们的家人或是跟我们的亲人能够在一起见面，但是当我们一起敬拜的时候，那就是我们一起见面的时候。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灵里面与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联合，一起敬拜上帝。所以刚刚我们读使徒信经的时候，特别提到圣徒的相通，让我们能够在圣灵的里面与我们的弟兄姐妹圣徒相通。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无论在哪里，圣灵都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圣灵的相通。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开始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跟故事，只是一个笑话这不是真的，那请大家不要介意。当然也许有雷同的状况。有一个年轻人，他在骑着摩托车的时候，看到一个阿嬷正在追着这个垃圾车在跑，然后手里拿着那个塑胶袋，所以这个年轻人他心里面就有这个感动，我应该要日行一善，我应该要帮助这个阿嬷，所以他就把摩托车停到路边，然后呢他就去一把抢过这个阿嬷的这个塑胶袋，然后追着垃圾车，然后很用力的把这个垃圾丢到垃圾车上面去。然后很成功的就回到这个阿嬷的面前，跟阿嬷邀功说：“阿嬷，你看你追垃圾车追不上，我帮你把这个垃圾丢到垃圾车上面去。”结果这个阿嬷跟他讲说：“少年呢，这是我暗时要吃的物件呢。”听得懂意思吗？这是我晚上要吃的东西，你丢到垃圾车上面去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很冲动的，会以为说：“哇，这个追着垃圾车跑，他搞不好就是要丢垃圾。”其实不一定的。很多时候我们很急着。着急着说：“我认知就是对的，我想的就是对的。”其实不一定。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爱心，但是要有智慧的爱心。上帝帮助我们，其实我们有时候也需要学习智慧的爱心。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做这样是帮助人，但是也许是让人受伤害，或是让人不舒服，也不一定。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做一个有智慧的爱心的人，发挥爱心的人，能够有智慧的发挥爱心。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我们把上帝的话吃进我们的里面，成我们的帮助。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不晓得大家喜不喜欢客制化的东西，很多人喜欢客制化，因为客制化是符合你的需要，或是客制化是符合你可能现在所想要的，或是符合你的身材身形。很多东西我们都喜欢客制化，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也常常把上帝的话拿来客制化。这是我最近看到了有一个图片，让我心里面
感受良多，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把上帝的话删删减减，只想要我想要的，而不是要接受上帝的话。我所谓不接受上帝的话，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太难遵行了啊，这个不合理，所以我们不要去做啊，这个不合理，我就不要这样做，我只要接受我想要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按己意去定制圣经，这个叫客制化圣经。圣经不是为你自己的需要写的，上帝不是为了你的需要来写这个圣经，而是要让你知道上帝要对你的旨意是什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这一节不要啊，这一节不要啊，我只要这个，我只要上帝的祝福，而我不要那些要付上代价的事情。所以按着旨意、按着己意、按着自己的意思来定制圣经，这不是真的顺从基督，甚至有时候我们会曲解了上帝的话。曾经有一个年轻人，他要测试看看基督徒到底知不知道自己信的是什么，所以他在他的这个 Facebook 上面就写了一段的话，他说：“你若服拜我，我就将这一切都赐给你。”各位知道，有人听到这段的圣经的时候，是圣经的话，所以很多人就在下面按赞，知道吗？按赞，然后说：“哇，这个太好了！”甚至有牧师也留言：“哇，这个话太好了，这个是金句，上帝的话。”可是各位知道那段话是什么意思，知道吗？耶稣在旷野40天的时候受魔鬼的试探，魔鬼引诱耶稣说什么？他说：“你若服拜我，我就将这一切都赐给你。”很多人读圣经，但是没有把上帝的话放在心里面，没有去看它的上下文是什么反正是上帝的话，圣经，所以我就按赞，好啊，这话真好，对，我们服拜他，他就把这一切赐给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定制自己的圣经，其实是在拆毁上帝所要给你的祝福跟给你的这样的一个旨意。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去拆解上帝的话，而是真的去按照上帝的话去遵行。上帝的话不是让我们去研究的，上帝的话不是让我们只是去了解的，上帝的话是让我们去遵行的。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遵行上帝的话，而不是只是来了解一个知识跟智慧的东西。愿上帝来祝福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是一个相当特殊特别的一段话。有人要来跟随耶稣，应该是一个好的无比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教会有人愿意来教会做礼拜，愿意说我要来当基督徒，有谁不想要吗？有谁不希望有教会更多的人涌进教会里面，然后来敬拜上帝？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知道今天的经文是那么样的重要的时候，你就不会轻忽你现在所走的这样的路。耶稣在呼召他的门徒跟随他的时候，各位如果看圣经里面，耶稣呼召他的门徒，我们都知道有12个门徒，但是不止这12个人，其实还有其他的人，但是这12个人是常常跟他接近的。过去犹太的拉比、以色列人的拉比，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如果他觉得你是一个可造之材的时候，他就会要求你或是邀请你来成为他门下的学生。所以不是你想要念书就可以念书的。如果今天这个老师不收你，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去这个学校念书。所以保罗这个圣经里面的有一个很有名的使徒叫做保罗，他是在加玛列的门下，他是一个很有名的老师，所以也表示这个保罗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是一个会念书的人，所以他的老师就呼召了他来跟随。所以老师呼召学生，这是老师的主动。那学生要做什么？学生就是要跟随他的老师。跟随的意思就是学习跟效法。所以当你要学习跟效法你的老师的时候，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每一天早上醒来，你要跟你的老师接近，你要能够了解你的老师所说的是什么，他所做的是什么，他是怎么敬拜上帝的，他是怎么样去谈论一些事情的，他是怎么去看待一些的论点的，要按着你的老师去做。所以在谁的门下，就会让人看出他是属谁的人。所以耶稣呼召他的门徒，就是要让这些跟随他的人也能够成为像他的样式，能够成为像他一样的来遵行上帝的话，走上帝的路。
所以学习效法耶稣，其实就是在跟随效法主。所以我们常常在圣经里面讲门徒，其实信耶稣的人，基督徒就是门徒。所以千万不要觉得我只是个信徒。其实圣经里面没有什么叫信徒，圣经里面跟随耶稣的人，信耶稣的人就是门徒。所以门徒要来做什么？门徒就是要来学习跟效法你的老师。所以你要来礼拜堂做什么？你要来礼拜堂学习效法你的老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1节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让人学习的老师需要学习一个功课，就是我是不是在学习基督的样式？如果我学习基督的样式，那么学习我的人他就是在效法基督。但是如果老师自己不是学习基督的样式，那么学生就学的就不是学习基督的样式。所以老师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你是不是真的在跟随耶稣的脚中行？如果你跟随耶稣的脚中行，那么你的门徒、你的学生跟着你就是对的。但是学生也需要注意一个事情是，我有没有那么样的渴望、渴慕要来跟随我的老师，跟随他、效法他，就像他在效法耶稣一样。所以在圣经里面讲门徒跟老师，或是讲拉比跟学生的关系，那个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你每一天无时无刻都渴望跟期待要来了解耶稣，要来认识耶稣，要来学习耶稣的样式。所以成为耶稣的门徒，不是一个叫做躺在床上或者是在课室里面的学习，并不是，而是耶稣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耶稣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耶稣怎么行我就怎么行，耶稣怎么样敬拜上帝我就这样敬拜上帝。所以很多人以为说跟随耶稣是不是你要有一些什么样的条件背景？因为包括有的人很渴慕要去学习神学，或是渴慕要去念书，要增加更多的圣经知识。但是千万不要觉得这些门徒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他们是有学问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跟随耶稣的这12个门徒里面，大概没几个有学问的。跟随耶稣真正在那个时候跟随耶稣的12个人里面，大概只有马太，他是比较有学问的，因为他是会记账的，他是一个会计人员。他稍微可能有念点书，但是其他的人很多都是乡下人，或者甚至是这些的渔夫，他们并没有学问。以前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的工作习惯是这样：如果今天我学习的这个程度不高的时候，那么我就要回到自己的家乡，跟我自己的父兄长辈来学习手艺。所以彼得、雅各、约翰这几位捕鱼的人，他们可能都是成绩不好的，或者是学历不好的，所以他们就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做捕鱼的工作，去做这些的事工。包括耶稣也是，耶稣成为一个木匠，他学习他的父亲成为一个木匠，所以并不是拜在哪一个老师的门下。所以千万不要觉得你现在的学习成绩，或者是你现在课业成绩不好，或者是你的学位不高，好像是不能跟随耶稣的。其实并不是，耶稣不是要呼召完美的人，跟随耶稣的人也不一定要完美，但是跟随耶稣的人需要有一个心智，是我愿意来跟随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许我们的学历不高，或许我们的能力不强，或许我们的地位不够那么好，但是我愿意，那个才是真正跟随耶稣的条件。我愿意跟随耶稣，愿意跟着耶稣改变我的生命，那个才是你真正的条件。所以今天的经文里面有很特别的地方，有3个人，他们想要跟随耶稣，但是不一定耶稣就要这些人。很多人认为说，有人要跟随，那当然很好；有人要当我的学生，当然很好。但是耶稣不是所有的人都收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里面第57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57节，今天的圣经第57节，我们请念一下今天的圣经，请念来。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人好不好？太好了！如果有个人他愿意来跟随你，他不管你到哪里去，他都要跟随，这样的人难道不好吗？彼得也曾经在耶稣要受难前，他跟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随你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人要来跟随耶稣，这是非常好的。但是
跟随耶稣，你知道跟随耶稣是要付上代价的吗？你知道跟随耶稣，并不是在一个课室里面，并不是吹着冷气，并不是在一个很优渥的环境、舒适的环境里，跟随耶稣却是一个苦差事。我不晓得各位喜不喜欢看战争片哈？各位如果喜欢看战争片的话，其实各位知道，在打仗的时候，有一个人是最荣耀的，但是也是最危险的。这个人就是拿着军旗的人。各位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名词叫做耶和华尼西。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意思就是那个拿着旌旗的人，他能够打得胜仗的时候，把旗子插在地上，表示我已经能够胜过，我已经征服了，我已经能够打赢我的仇敌，所以他是荣耀的。这个军旗插在地上的、插上去的那个人，拿着军旗的人，他是荣耀的。但是各位知道，在插上军旗的那个人，他其实也是最危险的，因为他是所有人的目标，他是所有的人会攻击的对象，他是敌人最会攻打的地方。所以侍奉上帝的人其实是很荣耀的。但是要接受一个事实，就是你要侍奉上帝，那么你要接受很多的挑战跟困苦，要接受很多的危险，要接受很多的灾难。千万不要以为跟随耶稣，哇，荣耀的旗帜非常好，因为荣耀的旗帜的背后，就是你可能要中很多的枪，你可能要被刺伤，你可能要被伤害，因为你是最明显的位置。亲爱的弟兄姐妹，跟随耶稣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个好过的。所以这个人他跟随耶稣，他说：“主啊，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要跟随你。”各位，如果你看那个圣经的上下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人跟着耶稣是有目的的。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的门徒他们才刚要做一件事情，因为耶稣他们在行路的时候经过撒玛利亚的路上，所以这个彼得跟这个雅各跟约翰，他们就跟耶稣说：“这一些撒玛利亚人，他们不接待我们，我们就放把火把它给烧了吧，从天上降下火来，把这些人给烧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跟随耶稣的人有很大的权柄，他们会行神迹，会行奇事，这些人是很多人羡慕的。各位，如果再把马太福音里面同样的这段记录再看一下的时候，我们在四福音里面有3卷福音书，叫做对观福音，里面记载的事情是一样的，或是类似的。马太福音也有记到这样的一个记录，这个要来跟随耶稣的人，他叫做文士，或是我们讲现在的话讲叫做经学士，或是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要来跟随耶稣。为什么？因为在这个之前，马太福音的上段的地方，他提到说，这个文士他看到这个耶稣行神迹奇事，他渴慕也想要像这样，这是一个多大荣耀的事情，是一个好荣耀的事情。跟随耶稣，哇，这个不愁吃不愁穿，因为耶稣会行神迹，耶稣会为人治病，耶稣会让人得到帮助，站在这个舞台上面，多有荣耀，一个大舞台呀！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跟随耶稣是为了要有一个舞台来表现他，来让人家看到，我是跟随耶稣的人，所以我很有荣耀。但是刚刚提到了，最荣耀的地方也是最危险的地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58节的里面，耶稣怎么回应这个人。58节我们一起念一下，第58节一起念来。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羡慕耶稣，哇！耶稣行神迹，我们渴望看到，哇，那个很有名的牧师，哇！你看一呼众诺，然后这个可以，甚至有的人可以行神迹，一吹就倒了，然后这些人呢一按手就倒了，哇！好荣耀的一个角色。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却是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但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这是跟随耶稣的代价。你愿意跟随耶稣，你就要接受一个事实，就是不是每一天都是荣耀的，有可能你要面对的是一个困苦跟患难的时候。最近师母喜欢去收集一些 YouTube 上面有一个节目叫做《我想当牧师》，有一些年轻的牧者，他们提到他们自己的经历跟经验，特别有一些的牧师跟传道人，他们是在挣扎的当中去经历过的。他们经历到什么？
他们经历到，他们可能要到乡下去服侍，他们可能要去一个没有人去的地方，去那里服侍一些当地的人。但是这些人，他们恐怕是没有机会为你做宣传的，他们恐怕只是在乡下的某一个地方，那些小朋友、年轻人，或甚至是老人家、孩子们在那里，你必须要去服侍那些人，而你并没有一个大的舞台的。你愿意为了这一群人的缘故去埋身在那个地方吗？很多人只喜欢从小教会到大教会，然后从这个国内到国外的这样的一个牧养的牧者，没有人愿意往尾声的方向走，没有人愿意往一个卑微的地方走。人都期待往上走，但是耶稣却是往下走的。耶稣成为人的样式，是往下走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降卑成为人的样式，他谦卑去抚救卑微的人，但是人总是想要往上走，想要成为一个被众人所仰慕的对象。所以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跟随耶稣，千万不要以为就是一个一帆风顺，什么都没有问题，然后就是一个大家就可以在你的舞台上为你喝彩的，并没有。跟随耶稣的人要认识一个事情是：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一个好的传道人可能会成为大的祝福，你要成为传道人当然很好，但是也有可能会成为极大的伤害。以前我曾经带过一个神学生，一个想要念神学院的一个人，她一个姐妹，她要念神学院前半年，她就撇下所有的，她要去念书。然后她说：我想要去成为传道人，因为上帝呼召我。身为传道人，身为牧者，当然听到有人愿意被上帝使用，有人愿意接受呼召，这是很好的。所以我就鼓励这个姐妹赶快去念书，然后你要把圣经背熟，然后准备去考试。这个姐妹她也信心满满，她年纪虽然稍微有点偏大了，但是她很有信心。她说：我愿意去，为主的缘故，我要去念神学院。50岁的人，但是她还是愿意去的。所以当她这样准备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也有感动，我就心里面就暗自说，我要为这个人预备他的第一个学期的学费。所以后来当这个姐妹她考上神学院的时候，我就在这个她考上的那一天，我就跟她讲说：姐妹，不用担心，不用害怕，你的第一个学期的学费已经为你预备了，你就勇敢的去念书吧。各位如果听到这里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这个人应该就是勇往直前，勇敢的去了，对不对？结果他去神学院念的第3天就回来了，就回到教会里面来，然后来告诉我说：牧师，我不要念了。我心里面很惊讶，说：为什么你不念？学费也给你了，然后你也考上了，你应该要去念书啊，你怎么不去念呢？他就问我一件事情，他说：牧师啊，我这个学期有学费，但是下个学期呢？在下个学期我有学费吗？我说：哇，天哪，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办。告诉你说，亲爱的姐妹，你知道你要走信心的路，传道人要走信心的路。你这个学期有学费，你要感谢上帝。那么你可以去教会里面做实习，你可以学习很多的内容。当你愿意服侍的时候，上帝会为你预备跟开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没有信心的传道人，即使讲的再怎么好，他的所说的话可能会成为人家的祝福，但是也可能会成为你的伤害。一个没有信心的传道人所传递的东西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信息。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去担心害怕你的下一个学期或是你的下一段路是什么，上帝为你预备的不是让你去选择说：哦，有钱我才来念，没有钱我就不要念了，不是这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跟随耶稣，就要付上代价，就是你看不到，但是你要相信上帝必然引领你的道路。神学不是让你比别人高一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说我念神学我就比别人高，比别人好像优越到哪里去。其实让我们能够念神学，是上帝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服侍弟兄姐妹。所以千万不要去觉得说我比别人高超，我比别人好，其实没有。我们只是比别人多一些学习跟装备，上帝使用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而不是我们比别人高一等。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我就比别人好了，没有。
在信心的道路上，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愿上帝帮助我们，不是我们拥有学历学位就是比别人好，而是上帝透过我们能够使别人得祝福。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走信心的路的时候，很多人看到的就是你要拥有你才可以跟随主，没有你就不能跟随主。耶稣没有要求我们要成为一个美好的人或是完人才能跟随主，我们成为一个卑微的人，我们是一个卑微的人，然而耶稣还是拯救我们，还是这样的拣选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第二个人，这又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就是第二个人是耶稣主动的去问这个人说，请他来跟从耶稣。耶稣说你要来跟从我。耶稣很少去要求别人说要来跟从的，但是这个人很特别，相信他应该也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所以他愿意跟随耶稣。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会看到耶稣怎么样回应这个人。59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59节，一起念来。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合不合理？合理啊。如果今天我的父亲已经要埋葬了，应该是我要去做这个事情，尽孝道。难道耶稣你不要我去尽孝道吗？如果我们看下去，各位就应该会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60节，耶稣怎么对这个人说话。我们一起来看一下60节，一起念来。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上帝国的福音，上帝国的道。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看到这里的时候会觉得，耶稣难道是一个很硬实心的人？人家要回家去埋葬父亲，难道还不准人家回去吗？不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去了解一些当时的背景跟状况，才不会去错解了那段的圣经？犹太人他们的丧礼的规定是这样：如果今天这个家人或是亲人死亡过世的时候，他们是当天处理的。所以如果这个人过世了，他必须要当天就把他裹起来，然后放到墓穴里面去埋葬。然后埋葬的时候有3天的时间，是这一些家人他们要一起为这个过世的人悲伤。然后3天过后，他们会有1个月的时间，30天的时间，是让这些的亲人，其他的比较近的亲人来致意，或者是来到这个坟墓前来做一些的致意，或是安慰这些的丧家的家人。过了1年之后，他们也有类似像我们华人的捡骨的这样的一个习俗，就是如果尸体已经腐坏了，那他们就把骨头捡起来，然后放在瓮里面，然后可以去埋葬。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个是将近1年的时间。当你把这些的骨头收拾之后，他们就会再做另外一个叫做这个埋葬的礼。那其他的时间就是要等他尸体腐化了，然后在那里等候。所以有很多人说，是不是他在等他的父亲尸体腐化了，所以才要去跟随耶稣？或者是他是不是在等要丧礼办完才跟随耶稣？其实不是啊，请各位不要去误会。如果今天这个人他的父亲如果是今天过世或死亡的话，他也不会站在耶稣的面前，因为他这时候正在办他的丧礼的时候，他正在处理他的丧事的时候。通常这个人我们的认知是这样，他要跟耶稣讲的意思就是，等我的父亲已经年老过世的时候，我才来跟随你。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人他已经算得很准了，父亲大概也许没有多少时间，但是我要等我的父亲，我等我的父亲过世的时候，我再来跟随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他要完成他认为要完成的事情之后，他才要来跟随耶稣的。以前我曾经遇过一个姐妹，她也是这样，她跟我是同一个教会的年轻人，然后她也有心想要来当传道人，然后她有一个心志，她说我要成为传道人，但是要我先去了解教会的文化生态之后，我才来跟随耶稣，我才来当传道人。所以她先去当了教会的干事，然后一直做一些的教会的事工跟工作。我最后一次跟她见面的时候，已经是她讲这个话的15年后。15年后，她还是继续的在做教会的干事，继续的在做其他的这些的服事，但是始终没有往前踏那一步出去。我就跟这个姐妹讲说，请问一下，
你不是说你要当传道人吗？他说我还没学习完，我要继续的学习，我要继续的在教会里面学习，等我学完了我再进去。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等你学习到所有的东西你都学会了，恐怕你也没有时间可以进去了。所以跟随耶稣不是等我有时间再进去。在马祖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弟兄，刚好这个伟翔有跟我们一起去哈。我们有一个弟兄，他是在那个餐厅工作的。这个弟兄他其实是年轻的时候，他就已经信主了，然后但是他这个因为工作的关系，他就始终没有回到教会里面，他一直在忙碌他的工作。有一天我就问这个弟兄说：“弟兄，你什么时候要回到教会里面来？”他说：“等我退休，等我退休，我就要回到教会里面来。”但是这个人一直没有退休，他一直在工作，他一直在做他的餐厅的工作。我们在今年的时候去马祖探望这个弟兄，这个弟兄他还是在餐厅里面工作，他还是没回到教会里面。他的儿子都已经是医师了，都已经40几岁的医生，他的女儿也是在家里面做帮忙的工作，但是他还是没有回到教会里面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多少事情是拦阻你回到上帝的面前来啊？我要完成某个事情，我才到上帝面前来，我才接受呼召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耶稣说这个话不是贬低的意思，是让那些没有感受的人、没有受感动的人，让他们继续去做他们没有感动的事情。你要来跟随主，你要去传扬上帝的道。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上帝的话呼召你，当上帝感动你的时候，你要去起来去做，而不是等到什么时间。没有那个时间。我们甚至特别现在这个时代，也没有人可以等到，谁知道哪一个时间才是合适的？所以当上帝呼召你的时候，你应当起来，就为上帝所使用。所以延迟的顺服就是不顺服，千万不要以为延迟顺服啊，我延迟一下而延迟一下，延迟其实就是不顺服了。所以延迟的顺服就是不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所以这个说家里面父亲要等父亲死的这个人，他其实父亲还没有过世，但是他等啊，要等，继续等。所以耶稣告诉他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要来跟随我，去传递上帝的国的道。”如果今天每一个人都要完成自己的理想目标之后才去跟随主的话，那恐怕没有人要跟随，因为还是一直在完成你的目标的。所以大卫包森这样提醒他说：“现在流行传讲一种廉价的福音。什么叫廉价的福音？就是没有价值的。那个廉价的福音就是我觉志好了就好了，我觉志就可以上天堂，我觉志就可以好像就可以一帆风顺了。不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觉志了就可以上天堂了，这不是福音，因为它不会要求你做任何的改变。所以千万不要觉得我念圣经念了很多，祷告会祷告参加很多，但是我生命一点也不改变，那么我就等着上天堂，没有那回事。耶稣要求的就是你的生命要改变。圣经读多了是要让你生命改变，而不是我拥有知识。如果你拥有很多知识，那对不起，只是一个文士，只是一个法利赛人，你只是一个会念书的人，但是你没有改变生命，成为耶稣的门徒。所以现在流行的廉价的福音就是这样，不愿意改变生命，然后反正我就是念书啊，我念很多圣经啊，我很懂的这些东西，但是你改变生命没有。第三个人，这也是一个很特殊的人。各位如果看这第三个人，其实跟第二个人差不多，但是他又有点特别不一样了。61节，我们来看一下61节，一起念一下61节，一起念来。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的家人。”其实在这个人跟第二个人差不多，他要辞别他的家人，意思类似，就是我要去跟我的家人说再见，说再见，我再来跟随耶稣。但是事实上，他比较有点不一样的地方是，他并不是那么想要去跟随耶稣的。如果我们看耶稣的提醒，他在后面会说到什么，我们来看，等一下会来看到。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的基督徒最大的问题不是犯罪，而是沉睡。当你沉睡的时候，你没有感动了，你没有愿意为主而火热的心的时候，那么你只是在沉睡。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描述说，在水深火热当中的人是不会睡着的。你要解决你的问题，你要赶快的去处理这些事情，而不是一直在那里沉睡。所以现在的基督徒最严重的问题不是
犯罪，而是沉睡，没有感觉了。我们在舒适圈里面，在太舒适的地方，所以不愿意改变。第三个人他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其实他很期待，心里要跟随耶稣，但是实际上他走不掉。为什么？因为他也期待说，搞不好我的工作更好，搞不好我的事业更好。我希望我的家人可以帮我留着，可以拉着我，不要让我去，这样我就可以有好的理由，不要跟随耶稣了。我们来看一下62节，耶稣对这个人说什么？62节，我们一起念一下62节，一起念来。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上帝的国。”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事情！各位如果有去乡下看过那个牛在拖着犁，或者是机器在拖着犁的时候，在耕地的时候，你是不能往后看的。你往后看的时候，你不晓得前面会不会撞到东西，或者是前面的目标在哪里，你看不到，可能会歪掉了。所以那个牛在耕田的时候，扶犁的人他要看着前面，而不是看着后面。看着后面是什么？看着后面就是，我看看我的犁沟，我犁出来的东西啊，是不是很好？是不是很美？是不是符合标准？当你一直在往后看的时候，而不是往前看的时候，那么你就不是在往那个目标走，你只是在满足你现在的完成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人他在满足什么？他在满足，我还有过去的成就，我还有过去的期待，我还有过去要去完成的事情，我还有很多的事业。如果往前走的话，哇，那是不是太可惜了？这个人扶着犁向后看，他在看什么？看着他还拥有这些的产业财产，他还有这些的学历。我要往前，我看一下是不是还有机会。亲爱的弟兄姐妹，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上帝的国。那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个指示跟指导。当你不愿意来放弃你过去的东西，而一直往后看，你希望往后看能不能有人拉着你，让你继续的做你以前的工作，或是做你以前的事情啊，不要再去跟随耶稣。很多人的想法是这样。曾经我听过很多的人做见证的时候说，我为了上帝的缘故，我放弃我怎么几千万的这个年薪，我放弃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我来跟随主，好像感觉跟随主是很苦的，是很不乐意的。那我是很勉强的，我是放弃了这些，所以我才来跟随耶稣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看到跟随耶稣是一件荣耀的事情，超过你以前的事情吗？如果那个是一个荣耀的事情，那么其他的就是看作粪土，为了要得着基督。保罗曾经这样的说明，他说：“我看万事如同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中国有很有名的3个传道人，一个叫做宋尚节，一个叫做倪柝声，另外一个叫王明道。特别那个宋尚节这个人，他是第一个在华人当中拿到博士学位、化学博士的一个人。但是当他要从美国回到中国的时候，他在船上面，他把他那一张化学博士的那个文凭给丢掉，放在海里面。他说：“从今以后，我要跟随耶稣，我不要再被这一个东西给绑住，我要跟随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在那个时代里面，有一张化学博士的文凭，可以工作非常好的。他认为这个是粪土，我要得着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把这些看作粪土吗？还是你会把跟随耶稣啊，这个是一个很苦的事情。你看我好不得已，我很不得已的，我放弃了我的财产来跟随耶稣。你的心态是什么？耶稣说：“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各位如果有读旧约圣经里面创世纪的时候，各位知道罗德的妻子是一个在圣经里面出现过的人物。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子。当他住在所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上帝差派天使要去毁灭这个城，但是因为跟这个亚伯拉罕讨价还价之后，他勉强的说，这个如果有10个义人，他就不毁灭这个城。所以罗德跟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他们凑一凑，居然不到10个人。上帝要毁灭这个城的时候，他们怎么办？
上帝仍然怜悯罗德这一家，然后告诉他们说，天使告诉他们说，不要往回看，你要往山上走，不要往回看，你要往前走。可是当罗德带着他的妻子孩子要往前走的时候，有一个人就是罗德的太太，他就回头看，回头看什么？这是我的产业，我的家呀，我的家园，我的所有的一切。就在那个当下，他就成为了一只岩柱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往回头看。或许过去你有很辉煌的成就，或许过去你有很辉煌的成绩，但是这些不是你要去进天国的条件。耶稣说，扶着礼仪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学历能力不是要进天国的条件。很多人说，哇，我学历很好，我能力很强，不是，一点都不能带进天国里面的。带进天国里面的唯有信靠神。所以你可以祷告上帝供应你的需要，你可以求上帝解决你所有的问题，但是不是要去掌控上帝，也不是要去要求上帝做什么，而是要相信上帝必然有他的方法。不要再去顾念那些过去的东西，往前走。知足是上帝以为乐，更胜于其他。知足是以上帝为乐，更胜于其他的东西。所以，我们若以上帝为乐，就要相信他在我们的每一个所行的路上，他必然带领跟保护我们。你说下一个阶段在哪里？下一个阶段是什么样？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上帝的带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信心的功课本来就是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信心的功课就是我虽然不能掌握一切，但是我相信上帝是掌握一切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知足是以上帝为乐，更胜于其他的一切。所以今天的圣经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跟随耶稣不是在乎你能得到什么好处，不是因为你有好处才来跟随耶稣的。所以史普罗这样说：我们都是仆人，问题是你服侍了谁？你服侍的是你的过去的工作经验，你服侍的是你的财产产业，还是你真的愿意去服侍上帝？我进卫理公会的时候，有人曾经问过我这样的问题，就是当我念神学院的时候，有人问我说：啊，你是因为卫理公会是有钱的教会，所以你才来当卫理公会的传道人跟神学生吗？事实上，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卫理公会是叫做有钱的教会，我只是那时候在台南卫理堂，我的老师告诉我说，去念自己的宗派的神学院，支持自己的宗派跟教会，所以我去念了。我并不知道卫理公会有没有钱，那时候我不晓得。但是有人提醒我说，卫理公会是有钱的教会，甚至有人告诉我说，你如果在那里躺着干，这样你的一生就可以领到这个退休金，就可以这个一生就美好完全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这回事啊！如果你看看现在的卫理公会，现在的卫理公会不是有钱的教会，这也是当时我进神学院的时候，我跟上帝祷告说：上帝，以后卫理公会不要叫做有钱的教会，希望它成为一个属灵的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是为了有钱才进到卫理公会里面，你不是为了有钱才进到这个教会里，你是要为了希望上帝的圣灵充满在这个教会的里面。你要服侍的是谁？这是你要选择的。专注天上的事情，上帝也会把属地的事给我们，但是专注属地的事情，天上的事情也没有，地上的也没有。所以 C.S. 路易斯这样提醒我们，你要专注天上的事情，上帝就把这一切都加给你。但是如果你专注属地上的事情，这两样都是没有的。上帝帮助我们跟随耶稣是要立下心志，要跟随的，而不是我还在期待些什么。耶稣在传道的时候，他跟他的门徒要求的事情就是要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鱼一样。过去他的门徒是打鱼的，是工作的，是赚钱的，但是现在耶稣告诉他说，你要跟随我，因为你要得的不是人，不是钱了，而是要得人了。你要得的是人，而不是钱了。你的生活重心不是在关心吃什么喝什么，而是要去关心如何去为主来得人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跟随耶稣不是为了赚钱，不是上帝祝福我，让我金钱100倍，让我可以赚很多的钱，不是的。跟随耶稣是我怎么样去得着更多的人，让他们能够认识上帝，能够改变他们的生命。第二个，跟随耶稣不是要在乎个人的考量，不是去考量说，我要跟随耶稣我还要先完成些什么，不是的。跟随耶稣不是要去做
别人要我做的，或是自己要做的，而是要去做上帝要我做的是什么。愿上帝帮助我们，不是去考量自己的，而是要考量上帝的工作，考量上帝的事。上帝看重的不是只有礼拜天的那个时间，不是只有考虑到我们受什么样的感动，而是一生你愿不愿意跟随主，一生的生命你愿不愿意为主而活，这才是上帝所看重的。不是那个短暂的时间，不是在布道会或者是祷告会里面的激情，而是要学习愿意一生来跟随的。学习属信靠顺服，有一天我们会明白，在我们不明白的事上会看到上帝的荣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挑战我们自己，我跟随耶稣是为了什么？要得着名利地位吗？要得着在教会里面什么样的名分吗？如果这些，那么你已经满足了。如果今天你要跟随耶稣，在你不明白的事情上面，你会看见将来上帝要显明，让我们看到上帝的作为是奇妙的，透过我们成为众人的祝福，让人可以看到上帝透过我们这卑微的人可以祝福这许多的人。第三个，跟随耶稣不要在乎过去的成就。也许你过去成为一个很有名的人，你过去也许是一个很有名望身份的人，但是跟随耶稣不是要在乎这个，不要为过去的经验去限制上帝的作为，也不要以为说只有够有的钱才可以去做这些事工。也许我们看起来是没有的，但是上帝却要丰丰富富的在我们的工作上面要来祝福我们。所以仰赖上帝丰盛的供应，而不是依靠自己所有的。在今天早上台语堂做礼拜的时候，我有跟弟兄姐妹分享，我说在神学院的时候，卫理公会支持我念书，我成为卫理公会的神学生。卫理公会至少砸在我身上4年的时间，有将近200万的这么多的钱。我如果要存到200万才去念书的话，恐怕没有办法去念书，因为我赚不到200万，我没有那么多钱可以去念书。当然我透过教会的帮助让我可以去念书，这也是来支持跟帮助我的。但是事实上要凭着我自己能够去做完这些事情是不可能的。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拥有很多的钱财才去做些什么。但是后来上帝也透过一些事情在磨练跟训练我，特别是在这10年的当中，当我在屏东在乡下开拓的时候，从零开始，什么都没有，连总会的资源都没有，这些钱的时候，上帝仍然为我们开了路。或许我还有一点薪水，因为这是上帝给我的养生的费用，但是那一点薪水其实就是养乡下教会的布道所的钱。所以很多人以为说牧师领那么多钱，其实不晓得牧师领那么多钱是帮助教会的。今天不是牧师领那么多钱自己享受，如果今天是我自己享受，我恐怕不是现在这样。但是我相信因着这样的缘故，上帝祝福许多的人。虽然我没有看到，我没有办法看到什么，或是完全的看到什么，但是我相信上帝必然在这个路上做祝福跟带领。就算是所做的事情是卑微的，只要有人可以从这里得帮助就够了。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不是去期待自己要预备什么，而是看到上帝丰盛的供应。所以做门徒不是只是那个课室的时间，千万不是以为我去成人主日学上课，我去课室上课，参加祷告会，参加什么样的聚会，我就可以成为门徒。不是这个，你要用一生的时间去跟随上帝的脚中行。不是那个短暂的时间，是一生的时间与主同行，不是那个短暂的时间。当我们离开礼拜堂、出礼拜堂的时候，那也是与神同行的时间。做礼拜的时候是练习赛，是训练，但是当我们离开礼拜堂的时候，那就是挑战你与神同行的时候。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离开礼拜堂的时候，仍然继续的与神同行。最后，还是要跟大家勉励一个事情，就是跟随耶稣不是要过好日子的，所以不要期待跟随耶稣过好日子。跟随耶稣不是过好日子，耶稣说你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所以如果你预想或是你设想你恐怕背不起这个十字架，那么你就要思考你是不是真的要跟随主。如果你要跟随主，那么你就要接受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那个十字架是苦的，那个十字架是不好走的，但是你愿不愿意跟着走？上帝没有应许我们，你跟随耶稣可以得到多丰富、多美好的事，但是他应许我们，一路上他必然要将他的平安赏赐给我们。
耶稣说他的平安不是世人可以夺去的。所以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跟随耶稣的人，也许生活很困苦，也许你的情况很糟糕，很难过，但是当你愿意跟随主的时候，上帝要带领我们走那条荣耀的道路，虽然是辛苦的路，但是是荣耀的道路。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把自己带到你的面前来，要成为跟随你的人真是不容易。有很多人以为跟随耶稣是容易的，但是你给我们的路不是一条容易的路，带领我们愿意走这个不容易的路，就像你要走十字架的路，你告诉上帝说，不是照着我的意思，是要照着你的意思。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走上这一条路，跟随耶稣的路，不是要过好日子的路，而是要来过跟随耶稣的道路，是与上帝同行的路。愿你祝福我们，使我们不是扶着犁向后看，也不是要完成什么才跟随主，也不是为了要在主的里面要得到什么。主啊，即使一切都没有，我们得着的就是主你自己。谢谢你恩待我们，让我们看你为宝为尊。主，你也看我们为宝为尊。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接下来谢谢牧师，我们一同来金句背诵。今天的金句是在路加福音9章62节，我们一起来读2次。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上帝的国。”路加福音9章62节。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上帝的国。”路加福音9章62节。我们一同来唱诗歌，心灵粮诗选253首，怎能如此？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祷告。创造救赎我们的恩主，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丰丰富富供给我们的一切。现在我们甘心乐意奉献金钱，求你悦纳，
也求你让我们常有一颗喜乐奉献知足的心，常做你所喜悦的事。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唱向主呈现歌，请起立。我向主所称，都是主赐的恩，把我所有都属于主，是主托付仆人。请坐。我们一同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入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结，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接下来，教会事工报告以及肢体消息。今日为圣灵降临的第3主日，我们欢迎实体以及在线上聚会的朋友，愿上帝祝福你。那我们今天在我们实体聚会当中，有从马来西亚的朋友邱继忠弟兄以及惠子姐妹，他在6月份完成质子治疗，将回到马来西亚。我们也很感谢他们在我们当中。还有，也谢谢荣光堂的弟兄姐妹这2个月协助以及祷告。好，那牧师这边来介绍让大家可以认识哈，请那个季中还有惠子，请你们到台前来好吗？ Please here come. Turn. 好。 这2位是我们的马来西亚的我们的友会的会友，邱继忠还有周惠子，那他们是在5月初的时候，4月底的时候，他们就来到台湾。那因为需要有这个居隔，所以他们有隔了一段时间。那5、6月是他们在台湾接受治疗的时间。那感谢上帝，他们在这边的2个月都进行得很顺利。那我们的邱继忠弟兄他以前其实也是运动健将，那当然，上帝给他有一些的学习，让他能够在这个生命当中有经历过一些的历练。他的姐妹这个周惠子，她是一个手工很巧的一个姐妹她很会编这个毛线她在这个2个月当中编织了很多的东西，在陪伴她的先生。那我们这个家庭他们很不容易，他们从马来西亚来到台湾。 来做这些的治疗，其实他们相信台湾的医疗在这个方面是这个让人很羡慕的，或是让人很肯定的，所以他们愿意能够来到台湾，能够来接受治疗跟帮助。那下个礼拜应该就是明天以后，他们就准备要回到马来西亚去，所以期待上帝祝福他们，让他们回国之后一切都平稳健康。 那我们的邱继忠弟兄继续的他的生活上面能够有一些的很好的调整跟改善，身体越来越强壮跟健康。那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求上帝祝福，让他们能够平安的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自己的家中。感谢上帝，让我们的教会可以有份参与在服侍这个家庭当中。那么我们要为我们的邱继忠弟兄还有周惠子姐妹，我们要一起来为他们祷告。
让我们一起举手来为他们祝福，为他们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要为邱继忠弟兄还有我们的周慧子姐妹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让他们能够在台湾接受治疗，让他们得帮助。主啊，如今他们要回到马来西亚去，主你的恩也随着他们回去，让他们在家庭当中，主啊，能够满有喜乐，满有平安，并且他们的身体都强壮健康，他们的家庭、工作、生活都一切蒙恩。谢谢主，你这样的恩待，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可以有机会跟他们一起相处跟接触，也让教会可以有这样的机会来服侍他们。谢谢主恩待这个家庭蒙恩，让他们平安的回到自己的家乡，让他们的家里面的家人也都平安，都不太担心害怕，并且有你的恩与他们同行。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愿上帝祝福这个家庭和这个家庭平安。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一起拍手来欢迎他们来到我们台湾。那现在也要即将回去哈，我们继续为他们祝福祷告哈，谢谢。好 ，please。也请弟兄姐妹能够继续为他们来祷告。第二点，因为疫情的关系，教会周四的祷告会改成全部线上举行。那教会各小组的活动是由各小组自行决定线上或是实体聚会。那主日崇拜现在仍然以直播为主。那在6月29号，教会就会公布是否7月份会开放实体，或是以直播为主，然后再等待教会的公告。第三，因为线上直播，那弟兄姐妹如果有一般奉献或是感动特定的奉献，可以利用转账或是周间交由办公室。那你转账，请记得填写好你的姓名、比例会计的作业。那下周为7月的第一个主日崇拜后，将会召开7月份小组长跟执事会议，请相关同工预备性参加。教会将在7月10号举办诗会读经园崇拜诗情配搭训练，7月17号举办招待诗线训练，24号举办音控直播训练，欢迎相关同工以及有兴趣了解侍奉内容的弟兄姐妹参加。牧师将在8月份开始预备新旧约圣经中览课程。新旧约圣经中览是红本门徒的预备的课程，那欢迎你预备上红本门徒课程，或是对新旧约概论有兴趣的弟兄姐妹来报名参加。圣经大会考将在7月17号举行，那教会也有印出一些纸本的金句，那弟兄姐妹如果有需要的可以来领取。那也有线上练习，那网址已经公告在本堂的 LINE 的总版。第8点，教会成人主日学课程，本周起到8月是放暑假，暂行上课。那我们预计9月14号开始下半年度的课程。第9，制服艺人学院将在7月1号开始恢复上课。那请参加的学员务必做好防疫措施，也请为课程顺利、学员以及老师的健康来祷告。教会的爱读经计划第3季的研经释义书本已经在办公室，那请小组长到办公室领取。那也请为今年大学以及高中考生大家来关心，大学的有正优、瑞恒、博仁，高中的有寻生，那另外还有卢新、嘉惠、宣芳、文玉近期的考试来代祷。那下一季7到9月崇拜人员的服事表修正版已经播在各群组当中，那请弟兄姐妹务必确认自己服事的时间。那如果需要更改的，请通知办公室。肢体消息，近期疫情严峻，那
请弟兄姐妹注意自身安全，并为教会年长以及年幼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也为施打第3剂、第4剂的会友以及儿童在施打疫苗中有平安，施打后身体有良好的抵抗力。第3，我们也为着身体不适的弟兄德强、周雄老师、美满的头痛、林华姐妹、瑞玲姐脚伤复原、蜀莹以及雅文、樱桃、陶英兰姐妹的肩膀，以及王爱玲术后复原、黄秋、黄婉芷、孙妈妈以及身体的疗养，和刘世文弟兄以及一些长者们的健康来祷告。请大家在祷告中纪念。3一颂，请起立。普天之下，万国文明，齐声赞美父子圣灵，相为一体，同荣同存。万有之源，万福之本。阿门。请牧师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恩典从天上倾倒下来，祝福你的儿女都蒙恩，让我们能够在这疫情当中仍然靠主站立得稳。愿你止息一切的瘟疫，止息一切的灾害，让平安临到在全地上。也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工作、家庭、生活一切蒙恩。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送。请坐。我们在殿乐中为弟兄姐妹来祷告，也为肢体来一同祷告。那你如果有特别的需要，也可以打电话到教会，请有需要牧师特别为您祷告的，你也可以来告知。谢谢。